以下內容咧本身啊係連住 Calendar 影片系列咁樣講落去嘅，咁但係諗諗下，其實係跳咗去另一個範疇嗰度嘅。咁於是不如喺耳機空間誠實聽感開個新一集，同大家討論下好重要嘅呢一環啊。咁亦都啊趁住係 H2 嘅將會發布啦。咁因為始終啊呢一環你玩 DAM 嘅話係走唔甩嘅。你去評估一部 DAM 咩級數勁唔勁呢？喂，如果你齋單獨咁樣睇，點評估啊？聲係成套整體咁睇啊嘛。咁假設啦嚇，公海飛機文吹緊有部 DAM 啊，或者啫仔啊嚇，或者 M 啊好勁嘅咁啊。個問題，喂，你用緊咩 source 先啊？你可以求其用個渣啲嘅 source 嚟拉低個 DAM 嘅表現，咁講到部 DAM 有幾差得幾差都得嘅。咁又或者調翻轉啦，攞個勁嘅 source 配個渣嘅 DAM 嚇，咁啊做一個假象就係拉高翻部 DAM 個聲個表現個評價咯，係嘛？你係玩緊一體機又好啦，特別係涉及2-3件頭以上組合嘅玩家咧，必定要好了解啊，真正嗰個產品池入面有啲咩產品係可以揀啊，而且呢啲每一件嘅產品個 level 係去到邊度？乜嘢產品勁，乜嘢渣，有啲咩係真係幫到自己，有啲係冇用嘅咧，你要好清楚咯。513咧，以往一直咧，無論影片同埋文字嘅評測咧，都不停話緊俾你聽噶啦。喂，而家啲手機越嚟越勁噶啦喎，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啊！現今嘅手機已經係可以成為好好嘅一個便攜 source， 只係你哋一直睇少咗手機嘅實力，或者將個認知同印象停留咗喺以前手機未起圍嘅嗰個年代啊，同埋你哋眼中咧只存在公海主流雞棚所認定嘅所謂嘅音響專門產品。手機流嚟講咧，咁你一定要比較咧唔同種類嘅電話啦嚇，唔同 OS 嘅手機咧個表現係點。咁但係呢個留翻下一集咧都會提一提。咁今集我哋而家咧就先俾個最終答案你啦。嗱，當今咧如果要比咧，最高質素仍然係 iPhone 嘅。咁而且個 spec 咧越高，個顏質素就會越好噶啦。聲底上咁一如以往都係穩定地貫徹住 Apple 聲啦。其實以前都介紹過有啲手機流嘅技術重點啦，咁包括有 set 機大法啦，咁即係以調校 settings 嚟改動嗰啲顏質素啊，或者聲底啊、調音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呢個方法咧係確實會有難度嘅，特別係啲新啲嘅玩家或者聽感技術未完全成熟嘅玩家啦。咁點解啊？第一好多個 settings 啊，你要處理啊。第二，咁你係會有機會判斷錯誤嘅喎，開咗或者關咗某一啲嘅 settings， 喂，究竟係好咗定係差咗呢？咁變相亦都係有一個聽力嘅要求啦。咁而且未必呢，你開一個刪一個 settings 呢，就會個聲脫胎換骨，好難好少啊。咁所以咧，你係要持續喺度心機逐個 settings 去研究，究竟好咗幾多，差咗幾多，好啲乜，差啲乜。雖然係難玩咁但係都鼓勵大家用 set 機大法啦。咁第一，梗係免費啦呢個方法第二，咁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練習途徑咧，去訓練你嗰個聽感嘅技術啊。而且成件事咧係暗示俾你聽，喂，師兄，你摸熟咗你部機未啊？你發揮到你部機最大嘅嗰個表現未啊？喂，老實講啊，如果你係 set 得啱嘅話咧，個提升啊、啲改動啊、改善啊，仲好過你使幾雞嘢買條雞棚旗艦線啦。諗翻嚟我哋今集嘅主軸內容咧手機流另一個好重要嘅位咧，就係播歌 Apps 或者叫串流 Apps 嘅選擇啊。十分關鍵嘅係可以影響到大局嘅一個部分嚟嘅，因為同樣係會喐到個硬質素同埋調音嘅。咁當然你一般消費者角度，可能首先會考慮啲 Apps 嘅價錢啊，同埋啲歌庫啱唔啱聽啊等等啊。咁但係如果以聲論聲咁計呢，113就會勸你喂，梗係要試清楚，比較下唔同 Apps 之下嘅表現有咩分別啦。諗以往咧，我啲客咧都有 sense 會走埋嚟問，喂，用咩 Apple 啊？咁我早期咧
即係早幾年通常咧都會有幾手準備嘅，咁因材施教啦。咁如果你係偏向睇科學數據嘅，咁我咪推 Apple Music 俾你咯。咁如果你係非科學數據派嘅嚇，咁啊推下啲 YouTube Music 俾你試下先啦嚇。咁嚟到最近一年，喂，其實諗下嚇，喂，全國10幾億人嚇，QQ Music 都唔知係幾多人用緊嘅嚇，以數百萬人計定係以千萬人計啊？咁多人用緊嘅，咁都叫做秘技嘅話咧，又好似講唔通喎，係咪？咁或者咁講喎，如果秘技或者認知上係有分地區性嘅話咧，咁香港區嚟講咧，QQ Music 都可以算係一個秘技嚟嘅。諗以上提及呢幾個播放 App 咧，咁有個共通點啊，就係清晰度咧係比較高嘅。嗱，搞清楚清呢度嘅意思啊，我哋而家係講緊清晰嚇，即係朦嘅相反啊，或者唔清晰嘅相反啊。咁而唔係啊，有啲人好中意講啊，cut 走晒啲嘢啊，嚇冇晒啲嘢，冇晒氣氛嘅嗰種清啦。咁所以啊，呢啲 Apps 咧，嗱你如果同樣想夾到啲聲好濃厚啊，好多嘢啊，甚至好多 bass 咧，係一樣夾得到啊。咁佢哋本身嘅聲底咧係中性到不得了嘅。然後咧 App 與 App 之間嘅硬質素咧係一個比一個好嘅。3個 App 之中咧，嗱由 Apple Music 排到最低啦。咁通常啲人咧唔聽聲睇 spec 睇規格咧，先至會揀佢嘅。咁佢啲聲咧都好穩陣嘅嚇，夠工整夠全面嘅。然後上一級啦，就係 YouTube Music 啊。咁最重要梗係關於硬質素上嘅優勢啊。咁會比 Apple Music 咧有更高嘅密度，音場都會闊多少少，大多少少嘅。咁當時幾年前呢，113 Music 咧仲興打分嘅嚇，大家記唔記得啊？ Apple Music 同 YouTube Music 嘅差距咧，大概咧係有0.5至0.75分嘅差距左右啦。排到最頂咧就到 QQ Music 啦，咁會比啱啱講嘅 YouTube Music 咧高0.75至1分嘅。咁主要係因為咧密度係會零零舍舍咧高啲喎嚇，咁整體聲音咧亦都比較順滑，畫面音場亦進一步嘅加大啊，大得嚟啲人聲啊、啲樂器啊、所有聲啊，咁仲會拉翻後少少，做翻一個適當嘅間距啦。咁調音方面會亮啲、光啲、多翻少少高音嘅，就係因為咁啦。QQ Music 咧嘅聲音優勢係好大嘅，咁所以先會揀佢。咁當然嚇佢仲有其他優勢嘅，咁包括就係串流會員費啦嚇，係平過香港主流嗰啲 Apps 一大截啦。咁而且歌闊都好大，咁特別係近年好興嗰啲大陸音樂節目啊、比賽啊等等都會有啊。咁其餘唔同嘅界別啊、類型啊、語言嘅歌咧一樣都有啊，都幾齊。咁反正係食正晒我113 Music 嗰啲歌路咧，咁我梗係揀佢。咁絕大部分我都揾得齊嚇，除非你真係聽到好偏啊。咁除咗當以上所講嘅呢啲 Apps 作為串流 App 之外咧，113 Music 必須提及佢哋作為播歌 Apps 嘅用法啊。咁邊個話淨係串流先用得着呢啲 Apps 啦？第一你估我哋成日話玩串流就真係玩緊串流咩？喂，鬼唔知啊！實時線上播放嗰啲音質係會差過以下載播放咩？咁所以嚴格嚟講，我哋用串流 Apps 咧，其實一樣都係玩緊 file，但係只不過係由串流 Apps 所提供嘅 file 咁解咯嚇。咁所以成日自信地覺得為自己手上啲 file 啊係無敵嘅咁樣，咁你呢個係屬於你哋自己嘅認知問題啦。啲 file 可以係自己買，甚至唔知邊度抄翻嚟買翻嚟，咁就算係經6位數器材 rip 出嚟都好啊。113建議大家好應該客觀地同串流 Apps 嘅資源比較下啦。第二就算你唔用串流 Apps 嘅資源咧，你都好應該了解下串流 Apps 嘅播歌功能是否能夠 outplay 到你現有用緊嘅播放器 Apps 啊。咁簡單啲即係話，以現時我哋 QQ Music 嘅例子，你可以當佢係一個 offline 播放器咁樣用。舉個實際例子113想當年喺 N82嘅年代係被啟發去經 N82下載一個 QQ Music 嘅 APK 翻嚟裝喺部 N82嗰度用嘅。係
係可以咁樣用嘅。我嗰陣係響 N82入邊打開張 SD 卡揀歌，咁然後再揀 QQ Music 嚟打開隻歌咁樣播放嘅。咁呢度都有啲細節位嘅，咁就係 QQ Music 咧係有超過一個版本嘅。咁玩家自己研究下邊個好聲啲啦。咁而且QQ Music 嘅使用上咧係會間唔中捉下你關於地域上嘅問題。咁而呢個地域問題咧係會影響到啲歌嘅版本啊、版權啊咁樣，咁以至到你可能會開唔到某啲歌出嚟聽嘅。咁不過呢啲問題咧係全部有解決方案，例如你用 QQ account 嚟註冊啦，或者登入啦，或者你又可以用唔同嘅途徑去解決地域限制問題等等啦。不過根據我對 DAP 過往嘅認知咧，好似唔係部部機都有得咁樣單個外來 app 嚟用嘅。咁呢一點就自己注意啦，邊部機得邊部機唔得咁樣。咁但我響大陸嗰啲耳機展啊，就常見啲機咧用到 QQ Music 嘅，因為啲機咧係大陸版啊嘛。咁例如AK 啦SP4000，我都係開到個 QQ Music 出嚟試到嘅。咁但係 SP4000之前嘅 AK 機又得唔得呢？嗱，咁你就要自己試下啦。咁講翻 N82嗰度呢，其實當時113呢都仍然係 File 死硬派嘅，咁即係入卡聽 File 嘅呢個最主流玩法啦。又斷捨離唔到自己真金白從正式途徑買翻嚟嘅所謂嗰啲 high res 嘅 File 啦，咁甚至過去好多年默默地自己一手一腳揾方法自己 rip 出嚟嗰啲 File 啊、啲歌啊，原因都係因為只相信自己 rip 出嚟嘅 file 全程自己品質監控啊嘛，當時係咁諗啊。嗱，都係嗰句啦，113最興講嘅而家望翻轉頭嗰陣時自己面對嘅呢啲看似好專好講究嘅心魔呢，到頭來咪又係笑話一則。咁點解要裝個 QQ Music 嚟做播放器呢？咁一切都係以聲論聲嘅結果。玩家必須搞清楚音響嘅一切都係從比較而嚟嘅。當然你嘅聽感技術咧要足夠成熟，令你自己可以聽得準確，分得出，仲要稱得夠公道啊。咁當你發覺原來唔同播放器同串流 App 係可以對於聲音表現打出一定嘅差距嘅話呢，下一步就係着手於應用啦。當時 N82用得最多嘅就係佢原生卡 in 嗰個播放器啊。其實而家回顧翻呢一個播放 app 咧，出嚟嘅聲係好埋身，太貼面啊！把人聲想走過嚟同你打茄輪咁樣。最大鑊係整體個聲咧係有啲朦有啲 blur 嘅，對比上嚟講係有啲散散地，有啲起格 feel 喎。但係一換咗 QQ Music 做播放 app 咧，就聽得出一二分別嘅結果啦。包括改善咗啱啱提及卡 in 播放 app 嘅 blur 啊、散啊、起格啊、貼面之外咧，仲有早少少講過 QQ Music 出嚟音質咧係順滑啲啦，密度亦都係高唔少啊。而且畫面音長係基於啲聲拉離身之下咧嘅進一步再增大。嗱，咁你話應唔應該研究播放 app 咧？唔使錢嘅升級方法，即係講緊即係假設你唔用串流功能啦，你齋用佢做一個播放器咁樣，咁但係唔使錢免費，唔代表唔值錢喎。喂，搞清楚啲邏輯好喎。到時你真係要玩串流 file 啦，咁你咪要登入賬戶俾錢啊，視乎你揀邊一個層次嘅會員咧，就俾唔同價嘅。咁但係想當年咧，聽講最低係8蚊人仔一個月。唔記得啦，大概啦嚇。咁113 Music咧，而家大約咧都係俾緊20零蚊人仔一個月嘅啫嚇。不過豐儉由人嘅啫呢啲嘢嚇。我就覺得咧，香港主流用緊嗰啲先至係比較貴咯嚇。聲就自己聽清楚先啦。嗱，講翻轉頭 QQ Music 呢招咧，其實就好耐㗎啦。113 Music 就早幾年開始用緊啦嚇。咁即係話咧，地下界高手咧，實際上係再早我幾年咧已經有呢招嘅認知啦。咁然而呢招咧都保得幾密嘅，香港公海冇乜人知嘅咋。